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6月26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肯定咱台南市民伫个国际比赛得到好成绩，不只是为台南争取公赢，嘛是台湾之光。上澳市长黄伟哲亲身颁奖后，得到国际设计比赛、甲杜个比赛12位选手。市长当时也品尝得奖多姿赛作品，非常的娱乐。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12位市民，因拢是伫国际比赛当中摕下奖项的选手。除了有设计的比赛以外，也有杜个奖项，优秀的成绩嘛，互市长王伟哲非常的欢喜。26号上午也特别予以颁奖表扬，感谢因为台南真勇敢努力，互国际看到台湾。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颁奖给许多好几位台南市民，他们有的是在美国的国际设计奖里面。得到的室内设计跟品牌设计的一个金质第1名，那有的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厨艺大赛里面赢得了厨神有的第1名不仅是我们的台南之光，因为他们参加的是国际的竞技，也是台湾之光，所以说我们就代表台南市民来荣耀各位这个非常辛苦的选手。因为代表国家出去，代表台湾出去，能够为台湾争光，让世界看见台湾，让世界看见台南，这点我们是深深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会后，杜个比赛的得奖者也向市长展示因得奖的作品，每一道菜拢互市长看了非常喜爱，一直讲生笑表示这盘爱留予伊。同时，这届的得奖者当中，有的人是翁仔某、母仔囝、病仔囝等等，会使讲是非常特别。安尼嘛，向前要将因的好手艺传承落去。使用台南这2个字，就是因为我是台南人，然后爱这块土地，所以用台南香酥板鸭来做一个产品的鸭肉产品的名字。那它是结合了北京烤鸭的风干，还有湖南酱板鸭的酱卤，还有法式油封鸭的油封，再加上我们台湾足够扎味的香酥鸭子的做法，然后结合的一道菜色。那它吃起来肉汁多，而且皮又脆。那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构想？尤其在我们台南啊，就是一些鸡鸭的鱼米之乡嘛。那鱼米之乡，我希望把这个传承下去，所以就带着我的儿子，然后希望他能体会到这一份的用心，也希望在这块土地上能够有更大的贡献。我也跟着我爸爸这样子做，然后一路走过来。是非常不容易啊，所以就爸爸这样一路的牵着我，这样非常的开心。市府也希望会使有更较侪优秀的市民，透过各种的表现，互台南甲台湾，互更较侪人熟悉。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主时真侪凶案拢是调阅路口监视器来找出嫌犯，不过因为大多数的监视器拢是装伫重要的路口。伫个社区内相对较少，所以市府警察局推动天使之眼守护家园计划，期待有更较侪人来关注路口监视器，完善台南的治安监视网。伫治安汇报进前，市长吴一铁对来予以表扬5间建设公司，感谢因总共捐赠342万，互市建局来规划治安监视录影系统，参与社区安全维护。嘛表示，该项计划就是天使之眼守护家园，特别咱治安监视系统大部分拢设伫重要路口，相对伫社区的路口比较较不足，造成环境侦办凶案无法度调回面对查。这边特别感谢各位建筑界的朋友，那我们也呼吁各位其他，因为台南市随着城市的发展，建案会越来越多。那么在建案的时候，如果你考虑的是能够发挥整体的功效的话，那么来跟市府的这个天使之眼的系统做连线，做一个这个综合运用，那这样效果会这个加倍，而且是更好。像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我们这个台南市对于防堵诈骗
这个有功的人，事实上诈骗的这个绩效，防止诈骗的绩效又有更高的、更多的这个成果。根据了解，这批监视系统将设立伫安区到云仔西重要路口，市建局其他有搁较侪天灾佳节，建立台南成为安全家园。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暑假期间，真侪学生会去耍水，所以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水域安全宣导会。市长黄伟哲亲身出席呼吁，爱注意耍水安全，选择安全的水域。嘛，希望家长甲学校会当多加注意，减少饮水的事件发生。由复兴国小的学生所带来的防溺暖身舞，为即届的水域安全宣导揭开序幕。因为台南的水域资源非常丰富，过去暑假期间常常会出现侪民众去耍水，结果无设立渡水的事件。为了呼吁民众多多注意，26号伫市长黄伟哲的主持之下举办宣导会。市长强调，宣导是为了民众家己的性命安全。其实他们讲台南的海岸线蛮长的，那中间的境内的溪流也蛮多的。那现在又适逢暑假，今年的暑假蛮热的，那所以种种因素配合在一起，变成今年的水上活动可能会很多。那水上活动当然首重安全，大家希望大家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这个该必要的这个防溺跟救溺的这个招数是不可少的。所以呢，我真的很呼吁，也很拜托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家长、所有的毕业的同学以及在校的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自身的安全，以及自己小孩的安全，还有自己学生的安全。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呼吁我们学校好好的谆教诲，家长好好的再三提醒，不要嫌烦。这个能够一句嫌烦的话，能够救个年轻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除了有风宣导，市长嘛要求相关单位加强巡逻，减少发生意外的时阵等待救援的时间。我们也希望说消防局能够加强这个水上这个巡检也就是说这个对于各大容易发生溺水的区域的海域，或者是这个溪流的地方定时不定时有这个河川巡守队以及海上的这个联系海巡的这个海巡署的这个队员能够在海岸线的时候加强这个巡逻，如果发生任何呼救的情形，能够在第一时间的及时抢救，这个才能够救回宝贵的生命。同时，市府也特别设立台南市水域安全网，除了会使伫网络顶面查询危险的水域，也向大家推广相关的安全知识，以及救溺舞步甲防溺实招，希望会使帮助民众欢喜出游，平安回去厝。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实验教育3法伫个去年初通过修正，实验教育会当为小学串联到大专院校。毋过，伫个台南7间实验小学毕业以后，学生却面临无实验中学会当读的问题。台南市4位议员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市府加速推动实验各中的设立，才会当保障学生的受教权。由议员沈振东、沈家宏、郑嘉欣甲严爱达理共同召开的记者会，关心台南市实验教育到底是要何去何从。4位议员表示，台南市虽然有7间实验小学，数量算是全国排名头前，而且毕业生嘛一档比一档增加。不过学生毕业以后，却面临无实验中学通读，甚至要转去到升学体制国高中。因此，议员要呼吁市府应该加速推动实验中学的设立。有实验小学嘛，就还没有设立实验中学，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教育是不要断层，可能要有连贯性。我们既然要释出这么好的方式来改善我们可能喜欢体制外教育的孩子跟家长们，我们希望说是要有连贯性，也乐见我们实验国中、高中的增加，然后希望改制的过程中也要呼吁说，我们的硬体、软体要一次到位。虎山实验小学可能是比较像一个真正的实验小学的一个实验形态，那其他的感觉就像一种特色课程，也就是说，当时成立的这期间是陆陆续续、很快速的去推出，但是呢，好像只中了一个量，但是不确中那个值，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全台南是最多实验小学，但是呢，却没有看到他们里面的值是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实验的一个想法。他担心的是说，好，假如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就算它是一个真正实验小学来讲好了，实验小学毕业之后，进到实验中学，那进到实验中学之后，当他日后在面对所谓大学教育、大学技职这一块的时候，那他怎么跟其他不是在实验学校系统出来的来一起让大学生的大学校方来做评评，还是说又回到一个共同的联考制度？那也是蛮奇怪。所以实验学校到底要走到一个什么方向？好，到底是一个真正要走多元教育的选择可能，还是说它只不过就是一个因应少子化，然后加强凸显所谓在地特色的这种国小教育形态？刘安表示，甲其他县市来比较，目前台中、云林、甲嘉义，拢有2间以上的公立实验国中。依照实验国小甲国中的比例来看，桃园上悬是1:1，其他台中甲云林是2:1。对此，市府教育局回应，目前正甲7个林德甲新营行政区来找找设立的学校，加上实验学校设立的规定。必须要由学校自发性，而且一个行政区至少要有2间无共的学校提供选择，而且学生数嘛袂用超过240人等。教育局表示，目前符合的有4间，正伫努力当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清风师德学会目前总共有15班的学员分散伫大台南各区来学习书法。为了让书法艺术继续传承落去，经过东外筹备，为6月27号开始，将伫台南生活美学馆展出29档来第一摆会员联展。伫大台南拥有1500名会员的清风师德学会，伫成立29档以后，首次举办会员联展，总共250把书法作品，场面相当盛大。27号正式展出进前，学员也咧用心布置。会场多数拢是退休人士组成，参像会场偌清美，其实是58岁以后才专心投入创作，将细汉时潜在兴趣发挥出来，相当难能可贵。咱们这个展是属于我们汪老师教学29年多以来第一次的联合15班的一个大联展，是。而且当要召集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比较费心思，要沟通各地方，而且各班长，大家一起来开会，来讨论，来聚集，来分配工作。所以我们联展这个工作已经筹备了1年多，才有今天。该展览包括甲骨文、金文、篆书、楷书、甲行书等各种字体拢有。学员虽然不是专家，不过伫洪老师的指导之下，创作拢伫水准以上。除了要甲大家分享因的成果，嘛借此达到传承书艺、净化心灵。所以也请民众6月27到7月21号，做伙来到台南生活美学馆欣赏。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卷甲甲冻甲是2种定期的颈甲疾病，会造成颈甲甲颈头变形、痛痛，甚至发炎感染。过去拢是靠手术切除甲治疗，不过近年来已经会当用颈甲矫正来取代部分的手术。
不止袂有空喙，而且复发的几率也更加真侪。身体病友皮肤科医师杜伟霆表示，过去传统的治疗卷甲甲冻甲，拢是以手术来切除指甲的脂质甲食肉。毋过因为有空喙会痛痛，需要1-2礼拜换药啊。毋过近年来已经渐渐被指甲矫正来取代部分的手术，也就是用指甲矫正器这种特殊的弹性金属线，粘伫个指甲的基座，对下卷或者是冻甲施加压力，将指甲来恢复正常。手术当然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很适合的方法。那如果是比较不侵入性的方法的话，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胶带贴住甲肉，把甲肉往指甲的侧边拉，这样就可以减缓疼痛。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大概10几年来有一种比较新的方法是使用指甲支架。那指甲支架基本上就是有一个记忆的金属丝，它可以利用它的金属丝的弹力，去把指甲从比较弯曲程度比较高的状态，去把它拉得比较平。那这样子嵌入的指甲就被拉起来，卷的指甲会被拉平。常常很多病人就可以这样子得益，就可以得到疼痛的改善。医师强调，指甲矫正的时间，每一位患者状况无同，大部分放一摆的矫正器，痛痛就有明显的改善。你治疗的初期，大约需要1礼拜到1个月期间回诊一摆。杜伟霆医师嘛提醒患者，并毋是所有的指甲周边痛痛，拢是甲卷甲、冻甲有关系，嘛有可能是因为指甲的霉菌、皮肤肿瘤等。因此，有指甲相关的疾病，也是要找皮肤科的医师详细检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有真侪车祸受伤的人，拢会产生后遗症，甚至无法度转去食头路。心理医师严慧师的表示，万一头壳被弄到，应该高度重视，量早接受专业的神经心理复健和功能再训练。临床心理师严慧师透过记者会指出，有190名受伤2档的轻度脑伤患者，有6成以上埋怨有后遗症。其中95名虽然顺利就学，或者是回到职场，不过4成6同款有后遗症。会中医生智商大脑多样的模型表示，这患者虽然看起来好脚好手，但不管记忆、注意力减退等功能受损，其实并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后续也是需要复健评估和功能搁再训练，重新找回大脑的掌控权。其实我们可以建议，就是如果在健保给付下，可以到复健科，然后去做全面性的评估。那复健科医师会转给临床心理师，那临床心理师会针对神经心理大脑的功能做全面性的评估，然后跟家属还有照顾者，甚至是医疗团队去讨论怎么进行全面性的复健计划。那当复健计划稳定了之后呢，我们更希望就是把它推到社会去，所以会有一些职业重建的部分跟生活适应的部分。那我们是希望说可以把脑伤个案就是现有的功能发挥到最大。虽然医生强调透过功能再训练，无法度恢复到原本的状况，不过嘛是爱积极来复健。同时呼吁企业头家应该了解曾经有脑伤的员工可能会有后遗症。所以加点仔体贴，或者是协助转介到指甲重建中心，安排适合的训练甲工作。台新闻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底将全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几率5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6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